大家好，我係一位中文老師，今年61歲。喺1年前嘅一個夜晚，我正在刷牙嘅時候，突然間中咗風。人係清醒㗎，但係講唔到嘢。屋企人即刻送咗我去醫院，好彩及時喺黃金時間之內打咗溶血劑，拯救過嚟。醫生話我係急性中風，除咗右手喐唔到，我冇其他嘅問題。但係過咗4日，突然間好似再中風，講嘢差咗一啲。醫生話我只係情況唔穩定，唔係中風。6日之後，我真係再次中風，今次比較嚴重。我左邊嘅頭同埋面部麻痹，兩隻眼唔可以隨意咁合埋或者打開，左手有2隻手指喐唔到，加上完全講唔到嘢，仲有行路嘅時候會頭暈，所以行唔到路。今次中風之後，醫生發現我個腦內出血，係因為食咗薄血丸所引致嘅，所以要停止食藥。由於我嘅病情比較複雜同埋危險，唔食薄血丸係好容易再次中風，食咗又內出血，所以要由幾位醫生一齊監察住我嘅病。喺個人嘅生活方面，我完全要依賴屋企人照顧，因為一雙手都喐唔到，又講唔到嘢，所以十分困難。我知道中咗風之後要盡快做運動同埋訓練，先可以恢復得好啲。所以我每日好努力咁練習講嘢，做手部嘅訓練同埋練習行路。住咗2個月醫院之後，到我出院嘅時候，身體仲係好虛弱，中氣不足，經常要喺食飯嘅時候中途停落嚟休息，先可以繼續食飯。雖然講嘢唔係好流利，但係已經可以同人溝通。一雙手已經可以應付日常簡單嘅生活需要，譬如話攞匙羹食飯啦，攞筆寫字啦，自己着衫褲。但係仲要屋企人幫我洗頭、沖涼，同埋做一啲細微嘅工作。喺屋企行路嘅時候，只要扶住嘢，雖然仲係有頭暈，但係已經可以自己慢慢咁行路。出院之後，我盡快去針灸，因為有朋友話俾我知，針灸對於中風嘅人係好有幫助。雖然我好驚針灸，但係都鼓起勇氣去面對。喺最初頭3個月，我每個禮拜針灸3次，希望可以喺早期得到更好嘅效果。喺治療咗1個禮拜之後，我已經有明顯嘅氣色，面色好咗好多，人嘅氣都提升咗，所以對於針灸，我有一定嘅期望。喺治療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我講嘢越嚟越清晰。而家同人溝通嘅時候，如果唔話俾新相識嘅人知道，佢哋都唔發覺係中過風。另一方面，面部嘅麻痹漸漸減退，開始恢復感覺，合埋眼、打開眼完全冇問題。我手部嘅麻痹都少咗，
漸漸有力，可以做一啲細微嘅工作，譬如話扣衫紐啦、畫畫啦、打蝴蝶結啦、攞鉸剪剪嘢等等。開始嘅時候，我係要坐輪椅去針灸㗎，直到針灸咗2個月嘅時間，我已經冇頭暈，可以自己行路，自己自由出入，我唔使屋企人陪我啦。起初我對於針灸一啲都唔認識，喺治療嘅過程中，我睇到好多病人嘅康復，自己病情不斷嘅改善，我亦都認識到針灸可以幫到好多喺西醫較難根治嘅疾病，譬如話耳鳴啦、靜脈曲張等等，嚟到我對於針灸充滿咗信心。我亦都深信自己嘅身體可以恢復得係好理想。經歷過針灸對於我個人健康嘅幫助，我期望可以有更多人認識針灸，亦都希望政府能夠喺中醫方面多啲做推廣，甚至喺醫院裏邊可以更全面咁推行中西醫合作。仲有資助市民睇中醫，特別係針灸，因為只有咁樣先至係更有效提升中醫幫人嘅效果。喺我中咗風之後，我好努力咁面對，不停做練習、做訓練，亦都得到醫生、護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同埋言語治療師嘅幫助，加上中醫針灸嘅配合，令到我康復得係好理想，進步神速。呢啲全靠各位醫護人員盡心盡力嘅幫助，我真係好感激佢哋。